聪明伶俐，作为优名，该优秀有直播的智慧，才能带到居上留下，可以去夫妇对义友情。有时说天下一人民相近，亦就是天下一国民相近。以所的关，以所民相近。所以人为人聪明伶俐，但是伊真正有定，所以伊的亲情，这个有了无需要心来定义天下。所以语言出发端，第一宽如温柔，就伊优良呀，伊要解释人宽快度量、温柔的态度，能包容的一切相心，伊要强调义务嘛，伊要强调伊的地方，伊强调伊的款式来剥削咱这人民的生命，意味啊，伊有义。第三步诶，我用工业作为有责任、讲实，文化应用的实质，一工业，以我讲，我们的讲，必先以一品质，知识这些的过程，因为它绝对不两变，一定跟其也有，因为你要文化就是不一样，来决定，老前提。